最近好多呢啲紅皮蘿蔔賣，聽講佢嘅營養價值比白蘿蔔更加好。只要將佢認真洗乾淨，唔使批皮，切去頭尾，清炒嘅就切幼絲或者薄片。我今日用佢嚟炆鯪魚肉，所以切厚身少少。切好之後，落少少鹽同埋少少糖，將佢攪勻佢，擺埋一邊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出咗好多水，將啲水倒咗去，然後過一過清水，將佢擎翻乾水。至於魚肉，我今次買咗有味嘅鯪魚肉，加入芫茜同埋蔥粒，攪拌均勻之後，將佢煎香兩面。煎好之後切成條狀，用翻剛剛煎鯪魚肉嘅鑊，加入紅皮蘿蔔，翻炒兩下之後就加入糖同埋鹽，再加少少豉油，咁就可以加少少水，冚上個鑊蓋，將佢煮熱身。跟住就加入已經切好嘅鯪魚肉，再加少少老抽增添顏色，冚上個鑊蓋，等啲紅皮蘿蔔炆腍身少少，煮到啲紅皮蘿蔔軟身，咁就可以出鍋上碟噶啦。秋冬季節好適合食蘿蔔噶，如果見到呢啲紅皮蘿蔔，你不妨都買嚟試下。